來繼續政壇消息，是有關到新北市長的選戰。國民黨的李四川今仔日到對手蘇卡費的本命區樹林區參加到川友會成立大會。李四川講，伊若當選，會全力來推動樹林鐵路地下化。另外，這邊民進黨的蘇卡費是化身做上強的家母，帶議員家仔囝到深南的選區永和區的樂華夜市掃街拜票，受到支持者熱烈的歡迎。拜託大家買爆樂華夜市好不好？前進夜市遐掃街拜票，甲團上民眾也就底氣，因都受到支持者熱烈歡迎。你好，蘇巧慧，謝謝大家。民眾想要翕相，或者是佇咧看板簽名，蘇卡費攏袂甲人拒絕。爭取上強家譜，昨暝蘇卡費帶領議員家囝前進深南選區的永和區，到樂華夜市仔掃街拜票，順便食夜市仔的好料理。因為上一次有好多人帶給我這個小物，要幫我加油。我今天也按照應援規則，我自己也準備了一些應援小物。那熱情抗戰的部分，蘇卡費團隊嘛直出招。如果這樣的人不可以當父母官，那什麼樣的人可以當父母？台灣野團重量級感謝禮的鬥小天，歌手何欣水也聘請腳頭舞關節，嘛留言支持蘇卡費對手李四川來到蘇卡費的本命區樹林。支持者大聲發動選迎接李四川，樹林川友會成立大會，佇咧今仔日透早上場，親戚會基層里長攏來到応援，李四川真有信心。有一堆人甲我講，樹林也誠理，所以這不是你的平民區。我講29區攏是我的平民區。除了大興會推動樹林鐵路地下化，李四川閣推出未來新北大巨蛋，會帶動地方發展，要打造巨蛋城。我們士林要新建這個大巨蛋，我一定讓士林跟三峽所有的土司山林的部分，成為這一個大巨蛋的巨蛋城。參選人來靠退出的票倉，未來搶攻愈濟市民的支持。